今仔日嘛是真奇怪一工，就有即种赛事的迄种运作的感觉伫内底。就是讲，我下班的时阵拄仔好 Clubhouse 就迄30分钟学台语，就开始我就入去嘛。入去拄仔好有讲着，因为内底人拢是练习台语，台语其实无啥物好，就是一开始拢讲无啥好啦，是愈讲愈顺，但是拢有替人嫌的迄个阶段。若像我嘛是，因为我有一寡音无够正嘛。虽然我即摆讲较顺会当甲一篇文章我的思想用台语表达出来，但是即个音其实真少听，嘛毋免真少听就是音会偏啦，所以讲听起来就是摕无遐顺，有一个腔伫内底。咱迄个伫房间内底，就有人讲着讲，跳阿母嫌啦，阿母就讲你就毋免讲台语讲华语就好啊。嘛有人讲伊去买物件的时阵讲台语跳人嫌。我讲真正的哦，原来我叫是敢若我一个人会拄着呢。其实大家拢会拄着，因就讲对拢会拄着啊。我就做无我就无啥物紧，我就是去服务中心，因为我的雨伞放假嘛，就放伫载运车顶但是这雨伞真好势，最近阁会落雨，所以我想讲，我既然知影讲落伫载运顶头，当然爱紧去服务中心甲伊摕转来。我就去去迄车站载运站遐有一个服务台，因为几年前讲是爱去迄个所在吼，毋管你是伫倒一站落去物件落去，拢是爱去遐找，去遐去登记我就去遐。一开始看，这人嘛真凉啦，就是敢若我一个人尔，无其他的人嘛，无讲无因试拢无。伊就一开始嘛和我讲台语，因为我一开始会讲一两句台语。但是可能愈讲愈济，伊就听甲讲，发觉着讲我无啥会晓讲台语。虽然我讲真顺，但是迄个音可能伊一开始听就是听会出来讲有怪怪。伊就开始讲，你会使讲中文安尼，你会使讲国语。我就做册别人安尼讲因为我想讲，这意思当然就是讲我讲无好势，你较会讲即句话无就一开始你明明是和我讲台语嘛，你就认定我是讲台语的人，结果你听，这是假的，这是冒充的，这台语讲无好那就甲我指教嘛，就甲我指示讲你安怎，你需要安怎做你毋免讲台语，你讲华语，你讲国语就会当。我就掠讲啦，我迄时阵掠讲，我就对迄个人大细声，就阁无放伊煞。我讲你哪会使安尼？有诶无诶，我就用台语讲。对，我就是台语无好，但是就用台语和人冤家。我就讲安怎爱讲偌好，搁爱过啥物，搁爱考试考过，较会使和你讲台语吗？你若台语无啥会晓讲，你会使用华语讲你讲华语你的代志但是你袂当干涉着讲我用啥物语言来讲话无我今仔穿啥物衫裤，还是讲我今仔生甲有水无水你这嘛爱管吗？真水的人较会当出现伫你面头前吗？我讲即段话就是希望讲伊甲我尊重，就是讲一个人讲无啥好势，但是伊就想要讲
伊讲无好势，你安尼甲伊嫌，其实是无啥好啦。当然伊可能就伊对方一定感觉莫名其妙，讲拄着痟的，无就讲这讲台语人哪会遐激动啊？但是我嘛是想要互因知影，我无爱吞忍吞到巴肚底啊，因为吞到巴肚底就变讲，大家拢用华语讲上好啦，因为用华语讲拢袂替人指教。但是这就中计啊嘛，吓本来这社会就是会当讲诚济无共款的语言啦。伊若讲真正听无，我当然袂甲伊勉强，但是伊就是明明会晓讲，只是伊敢若敢若愿意接受讲台语好的人，较会使开喙。台语无好的人，伊就会开始甲人干涉，讲伊要听好听的台语，标准的台语，安尼其实对啊，我是想要甲伊讲啦，只是我迄个时阵是有一寡生气啦，就足激动的。我无法度讲足有自信，安尼豆豆喊伊讲，互伊愈讲愈生气，就是讲应该是信心无够。若讲我今仔有信心，我就豆豆讲，爸妈讲，互伊知影就好啊。我就会足平静的。我足激动的原因，当然就是我对家己无自信。我可能嘛有认同伊讲即种话，所以伊讲的话较会对我有影响。我即摆就是开始知影讲，我爱安怎，我爱安怎欣赏我家己的优点，就是用家己的角度来欣赏。因为呢，这社会阁有讲外界的标准啊，就是讲爱讲较好，讲较顺，讲较足正，安尼你出来社会行踏，就是爱用上好的迄种阶段，囥伫大家面头前，就亲像讲你看电视嘛，我嘛定定嫌别人讲这搬戏这演技实在是有够烂的，我实在嘛是会嫌啦。因为咱即个社会就是讲，会看到即个人拢是上好的一面，咱嘛惯死啊。若讲话嘛袂当出错啊，嘛袂当讲我袂记要讲啥，拢袂当。除非讲你即摆伫学校，就算伫学校话，老师嘛是会甲你好落去台骹，讲你浪费大家时间。这就是咱这社会的观念啦，观念就是安尼啦。所以讲，咱无法度接受讲，讲无正确、无正、无上好。就像讲我的迄个马来西亚的网友啊，伊嘛是即种观念，伊就讲，伊就做欣赏中国，讲中国啊，伊就是出版一本册，拢是爱经过去审查嘛，审查就是会互你一个册号码。伊讲安尼较对啦，无有啥物乌白一个人，乌白写一本册，就会当出册啊，拢迄品质拢足低的，安怎？这就是这种观念，就是会互大家即个社会诚痛苦的原因。就是咱会用一种标准，上好，啥物是好，啥物是有品质。你若毋是，你着爱伫厝安尼练，伫学校安尼练到有即种坎站较会当来共学，较会使来转。无你着爱转去厝。咱即摆这社会爱看到的，就是上好的一面，安尼较袂影响别人。即种观念当然，咱即摆看起来都足自然的。
嘛有可能嘛有伊诶道理，但是就是讲以赛事诶观念，就是会互人类带来一寡艰苦甲痛苦。无你又讲忧郁症，这就变讲，这就是互咱社会一种思考，就是讲，伊无法度甲上好诶一面、上坚强上有自信诶一面，会展伫你面头前。无你看着伊，虽然讲外表看起来规丛好好，有诶佫诚水，佫诚缘投，但是伊诶心，就是无做好准备，就是无法度行出去。为虾米咧？因为咱这社会就是讲，你爱拢准备好，你爱诚好势，你才会当出现。所以咱这社会嘛会对较大颗啊、较矮啊，还是安怎，无符合标准的人，你看我讲台语无标准，这嘛袂当。这就是共款的观念，就一直伫咱的头壳顶。我若会生气，当然我嘛是会自卑，自卑嘛是，我会用别人的想法来想我家己，就是讲，别人一定想讲，这台语就讲啊无标准，无正听起来足食力。若一直听嘛是真痛苦、真艰苦。像我听别人讲。拄仔伫学的台语，可能我嘛是即种想法，但是即种想法的背后，就是我嘛认同讲，就是爱拢真好势，袂当讲安尼，搁伫学的时阵学一半，还袂学好势，就去出来社会，变讲咱就认同讲。若你英文还袂学好，当然就是莫讲英文。若你一讲英文，就是讲较做好势。若你讲无好势，搁伫学啊，像我永远拢伫学英文嘛，拢无学，拢无学甲成功过。阮即种诶，无就是较无自信，腔啊，想讲腔足重诶人啊，英文腔足重诶人，就莫讲。就是莫出来下死下井，下死下井，就是会有即种观念。但是像我即摆用台语来讲日记我感觉是诚好诶一种代志，因为我嘛足侪音无标准，我知影，但是我嘛讲出来反正就是我一个人听嘛。这就是互我一种练习，就是讲。咱会使用别种角度，像我若要欣赏我家己，其实有呢，我着坚持因为讲我相信一寡人想要嘛有即种念头，讲我想要讲台语学台语因为我讲啊无好势，我想要学看觅，搁练习，但是。会放弃因为每一人拢去问你练这要创啥？这佫是一个社会观念，就是讲爱有效。有人，阮今仔同事佫讲，你是为着要喊你翁讲台语吗？我讲无啦，阮翁袂晓讲，伊听台语就听甲足食力，伊袂晓讲台语。阮同事佫讲，你无你这为虾物要练这？要练习台语，这奇怪。你练无效这就是咱的即种观念嘛。你爱有音调，爱有效工课上，还是讲你伫家做有即种需要较来练。变讲这嘛是影响我足大，就是写小说。我写小说，我嘛想讲，我要用到倒位去？我要摕来创啥？写了我就想讲当然就是放伫网络，互别人看。别人看这有啥物作用咧？当然是大家拢做爱看，无就是讲有一个人甲伊影响着，伊看着讲哇，足好看有一个做爱甲足深，爱我的作品爱甲足深嘛会当。
啊无就是诚侪人哦，这就是我的观念，替有影响着，就是讲做啥物代志，拢爱第一名，拢爱有效，啊，拢爱有一个原因，搁爱有一个成果，啊，无就是有讲一个利害关系，啊，若无就毋免去做啊。哦，这就甲即种观念就是互人无梦想吼，因为有时阵有个人的梦想若是讲甲头路有关系，像阮姊夫啊，伊可能伊的梦想，我嘛毋知伊的梦想是啥，啊，伊就是有兴趣，就是讲伫头路顶头会当发挥啊，会当做主管啊，会当管啥物公司的啥物产业去做高层嘛，伊可能伊的兴趣就是安尼。啊，毋过毋是每一个人拢安尼啊，毋是每一个人的兴趣、梦想拢拄啊好，就是符合着社会需要嘛，符合着社会讲会当趁钱哦，你的梦想拄啊好，互你趁足侪钱哦，发明物件，啊无就是讲去奥运摕金牌哦，拄啊好梦想是安尼，搁拄啊好有机会。毋是每一个人拢安尼，所以会变成讲，今仔我要学台语，逐个就会问哦，就足侪疑问啊，足侪疑问，其实诚侪人会放弃，因为连厝内人拢无鼓励啊。像我嘛听讲Clubhouse 足侪网友因爸爸妈妈讲免，你免讲台语，我听有，讲华语就会当。啊，连爸爸妈妈拢开始讲华语啊，因为足方便的嘛，啊，讲句啊就足顺的啊。哦，变讲，所以放弃是诚简单啦。哦，你若讲去上班，这就无法度啊，因为你就会想讲，你若明仔载无上班，无紧找着头路，逐个拢会甲你变嘛，拢会甲你问嘛。啊，你无钱好，伊嘛会开始烦恼啊。但是你讲学一寡物件，要做一寡代志，若是讲这社会较感觉讲这无啥路用，就变讲，就是爱咱的心灵方面啊，你着爱抓好知，真正的就是安尼。啊，无你推撒一个物件，其实拢有人会主动啦。哦，那就讲我即摆要学台语，当然嘛是讲去找人较好的所在，就是Clubhouse啊，伊就知影讲有人搁伫学台语，可能台语无啥好势。但是我若讲去找同事啊，伊虽然台语足好，毋过伊无要甲你联系。伊想讲你找我麻烦，你讲华语就好啊，我就无要听这。吼，变讲虽然讲你会使去找讲，互你较好的环境啊，就是讲袂甲你，袂甲你刺客，袂甲你，袂讲甲你泼冷水的环境，当然嘛会当。但是以我的状况，我就是较有勇气，我就是想好清楚，因为我想讲，爱学好台语，你就是爱有即个坚心，爱有即个决心，爱坚心。啊，你有即种心，其实别人嘛看会着，嘛会甲你斗相共。但是你若讲做的就有做，无做无差，啊，今仔讲的啊，不要紧啊，反正啥物人会无欢喜啊，安怎，就放弃啊。啊，当然，逐个嘛知影讲，这个人就是，就是安怎讲，就是阮导游的吼，嘛袂讲甲你鼓励，因为伊嘛想讲要鼓励搁较艰辛的人啦，这是安尼啊。你若阮导游2-3工就落跑啊，当然就袂一直讲甲你鼓励。
所以我即摆就是讲做一寡代志，我会开始去思考我家己甲即项代志的关系，就白讲有一种受害者的观念，就是讲为虾米这人要安尼对待我，这人是歹人。其实毋免安尼想，因为毋是囡仔，毋是这人，这人若是人诚好，我明仔载佫会拄着一个人，我讲好笑的，就是后佫刷落来，我就走去中华电信，咧缴电话一大堆。我嘛有讲哦，我真正是用台语文音来报号码，但是我嘛知影讲我报甲可能无啥正，我就用写的嘛，反正伊嘛会当毋免听我讲，伊就看我写的，而且缴钱这个代志嘛是爱较慎重啦，袂当讲凊彩缴的，缴着别人着，就是爱较真嘿。但是我就是有练习啦，就是讲，咱两个目的拢有达成嘛，伊嘛是对方嘛是讲我有写，伊嘛会使拿看，我嘛会使佫练讲一摆去练习嘛，就是一个咧工务上去展我的功夫。虽然我即摆功夫佫学无啥好，但是就是爱伫路上就是爱拿展一个。你若不讲我要练诚好吼，练到99分，较出来去展，就变讲这过程就是伤慢啊啦。以我的个性就是讲，咱平常时就是用台语去思考，看着朋友啊，看着阮翁的朋友有丛啊，就摕头疼药啊，互阮啊，互我的时阵啊，我就开始喊伊讲台语啊，因为我知影讲因兜是有讲台语，因为因爸爸过往去迄工，阮有去嘛，伊请李医师是讲台语的，我就知影讲这着听有台语啊，这是平常时是袂甲朋友讲一句台语啦，做罕讲，我就无差，我就第一工学行走，我就开始讲台语啊，吼。伊无甲我动就会动啊啦，以后我就是爱做到对方甲我动嘛无效啦，伊就是跳强迫就是讲伊会不得已爱听我讲即种搁伫练的过程中的台语。咱的社会就是讲，拢是爱讲做好的作品，较会使展。变成安怎？变成讲爸母啊，去互伊的媳妇啊，囡仔，互伊的囡仔去画图的时阵，就会叫老师斗相共啊，叫老师去斗画嘛。所以伊的作品每一个拢水当当水甲，所以咱就看袂到一个学习过程中的即种作品，变讲大家拢伫学英文，但是你路上袂听讲迄破烂烂的英文伫遐讲袂呢，大家拢爱面子啊。即种社会就是互人诚痛苦啦，真正的。像我讲无啥好势，但是我就是爱不断练啦，我就是爱一直练嘛。我若讲逐工伫 Clubhouse， 我出去外口买物件无讲台语，即嘛诚奇怪啊！嘿啊，就是讲到处拢是有机会就练啊，就是除非就阮翁啦，因为阮翁伊就听台语，就听甲艰苦坐惯，所以讲互伊较轻松是，就讲较少。但是安怎讲？这就是我爱找着讲我家己无共款的所在，我莫用即种标准来去看我家己。我写一个小说，逐个拢嫌讲哪会遐长啦，写甲落长，哪会写甲安怎搁安怎？
我就是用别人的标准啊，就是讲爱有足侪人介意我写的文章，即种较是好诶代志，好诶文章。嘿，我就是用即种观念，是互家己会折磨家己啦。当然啦，因为要安怎讲？因为我就是定定看我写小说，就是写甲无论好歹，就算我写甲200分，我嘛无快乐。为什物？因为我诶标准就是讲，有诚侪人喜意，诚侪人愈读愈爱，这就是社会标准嘛。我就是希望讲，拢是做成功，就是成功这两个字，就是害着人。所以即摆我嘛是一直想讲，我写的迄本上新写完的小说是失败作品。我竟然用即种观念去看我的作品，这真正是讲，这就是替社会观念去害着。我嘛定定讲，这物件我做的一切代志，拢是会使互我思考。咱嘛知影讲台语，大家观念就是保重是济，想讲华语就好，佫会主动别人讲无好就莫讲，无就讲你若讲别人听无，安怎，佛甲上尾后，大家拢敢若会晓讲华语嘛，不要紧反正会趁钱就好会啥物这文化的物件，这传承的物件无重要，会变讲安尼中国的物件真好因为真好看，佫足长，佫看佫毋免钱，变讲这着好看就好，你毋免去重视这。这就是社会观念。变讲，我嘛定定用即种社会观念，替影响着，所以我的小说，大家有嫌嘛，讲无好嘛，我嘛认同。就是亲像台语的这帮人，就是讲保重台语，但是会晓讲台语。失传嘛无要无紧。这就是因为伊嘛受着影响啊！像我嘛袂当讲因安怎，因为我今仔写小说，别人无市赞，我着足艰苦的，我嘛是受着影响。若是讲后回我佫看着讲有人叫我讲华语、讲国语，主动我讲台语，讲我台语讲啊足奇怪。无就无认同我讲台语，我其实会当想的，这就是我家己我家己的反应。我家己伫写小说的时阵，是用啥物角度去看我家己的作品，是毋是共款啊？就是去嫌我家己的作品，只是因为无人欣赏。我嘛是用共款的观念去看袂起家己的物件，对毋对？所以别人安尼做，只是就像我迄个时阵为着小说，我的小说无人看得艰苦，就是迄个时阵的我。其实我即摆嘛是会失落讲我写较辛苦，无人欣赏。但是因为我伫学台语的过程中，拄着即款代志，有甲我鼓励的人、帮助的人，当然嘛有泼冷水较济，嘛有人其实袂歹伊着含你讲伊嘛感觉这无啥，你讲有好无好，伊着听，伊嘛袂讲加讲话，甲你打击嘛袂。这就是像我写小说共款，我写小说。朋友嘛是有人是每一篇拢一直取赞，你嘛毋知伊有看无看，应该是无看啦，伊哪有遐济时间去看这？伊就是人嘛袂歹就亲像讲台语，你讲有好无好，伊拢会含你讲，
伊嘛无特别去甲你鼓励，嘛袂甲你问，伊嘛是互你一个帮助。这就诚好。有人就是拢不爱看，就亲像讲你讲台语，人都不爱听，就是都讲伊的啊，讲伊的华语啊，都无插你啊。你讲台语，讲你的，这其实嘛会当啊。当然嘛有讲像选民算命共款，就是讲，你写字记伫伫卡顶头小说较无啦，因为小说逐个拢讲诶较细腻有人就是会甲你算啊，讲安怎会着甲你闹开啊。这着亲像讲，我讲台语诶时阵，有人讲你莫讲啊，安怎？伊嘛毋是挑工诶啦，就是对伊来讲，就是就是安尼啊。伊就是看甲伊无顺眼诶物件，看甲这是甲主流社会无共款。举一个例啦，像我迪卡内底，我迄个版逐个拢是写单恋爱情的故事。我只是讲我无安尼写，我是写就是像我即摆日记共款，就是我家己的想法我家己的就是安尼尔。嘛有人会甲你念啊，讲你这毋是这版的啦，你是个人版的物件啦，你爱刷位啦，我爱甲你检举啦，管理员爱管啦。对，这就亲像台语共款啦。你讲台语，都有人看袂顺眼。其实讲的道理拢是拢是共款的啦，只是讲我伫上伫内底，我定伫内底，无法度去看全部看全部的代志看较透，看较远，看较悬。较无法度啦，就是但是我豆豆来，因为我即马嘛是伫学电视的物件，嘛是加减听虽然我作业最近有啦，有淡薄仔有伫做啦嘛是有豆豆进步，其实袂歹啦。就是我嘛较放松，就讲我有做作业，我有进步，毋免讲一直互家己讲爱第一名，爱上好，毋免。搁来就是我学台语是有进步，当然我嘛知影讲我毋是讲100分，因为有人就是练诚久有人自细汉就会晓讲有人有迄个天分本来这物件就做现实的，就是对啊。有人会使做广播电台播音员啊。有人听一届无听过，听一届就记条条。我的专长是伫写文章啊，我文章就是较厉害。我是讲看着别人安怎写，我就会使讲甲有淡薄仔共款但是会使创造我家己的作品安尼。就是讲我嘛有我较专长的所在，但是我想讲其实不要紧啦。你看我一个人嘛是讲啊30分钟，我若做 podcast 嘛会使，只是我即摆音无诚准，而且我放 YouTube 嘛是差不多的意思啦，只是毋是用 podcast。我嘛算讲无标准的台语放伫网站顶头，互大家批判就是共款啊，是做共款的代志，就是讲有时阵面对家己是诚好的代志，就像讲我即摆用日记，我就会家己其实就会知影讲倒位好，倒位无好，搁有就无够好的所在伫倒位，我知影。但是我的心态毋是讲我哪会
无好啊，我哪会比相比袂过啦？毋免咱即种心态，就是甲学阵书共款，就是有进步，豆豆来，免紧张，毋免比。啊，嘛有人拄仔出社会，以早毋是做这道的，无做过工程师，啊，搁叫，做甲叫嘛是有啦，啊，毋免去比啊，嘛毋免去探听，就是做，就是家己欢喜，对啊，家己欢喜上重要，因为咱足长的时间内底拢是看别人的面色，爱别人欢喜。咱就是爱做甲，互别人无话讲，无尻川话，尻川后话来讲，就是爱做甲安尼，安尼其实毋免啦，因为这就是人甲人会足紧张，家己甲家己之间的关系嘛会足紧张的，就是一种紧张，就是一种失望，就是一种总看到缺点。我即马主题就是爱诱转来，就是讲我学的物件，我学着的物件，就是讲用我家己的角度去评判我家己，毋是即马开始莫用别人安怎想我，着较算较别人安怎想，我这个人，才是我家己这个人，我毋免安尼想，我即马改想法，就是我安怎去想我家己，这较是正的，啊，别人安怎想，我加减可能嘛知影，但是就毋免看遐重。就是安尼，因为我即马就是有进步，有伫练，有伫听，我阁逐工拢大部分的时间拢日记啊，阁听新闻啊，无法度一概变甲做进步，讲甲诚好，做正的。我嘛有去请老师甲我音啊去调整，阁有学台罗拼音，其实都豆豆在进步。我若讲较顺，就是我著爱看我的优点。我的优点就是讲，虽然讲我即摆文化，我即摆讲话，受华语影响足济，我知。但是我即摆会当用台语来讲，我即摆亲像讲，甲用台语去讲华语。文化就是有淡薄仔即种感觉，对，但是嘛不要紧啦，就是讲每一个人就是有每一个人即摆的状况，阮嘛无甲人伤害啊，我只是表现无好。咱即个社会就是对讲表现无好的人啊，就是会讲，就是会真正看袂落去，就是会安尼。所以痛苦的人其实诚济，较有即种武汉肺炎啊，武汉肺炎，这肺炎的物件，就是一种痛苦，人的痛苦造成的啊。所以我即马就是爱看着我家己厉害的所在，就算这厉害伫别人的眼内，就是无效，这无啥看无，我写小说，写较长，阁写甲足有道理的，阁写甲足深的，这就是我诚好的所在。别人看袂着，但是我一定爱用我的角度去看。我练台语讲台语，我有这勇气，我会看到我的勇气甲坚持。我知影讲即马社会一定会讲，着讲无好啊，你真拍拼啊，搁安怎？但是这社会眼光，我应该是用我家己的角度，应该是安尼。所以我嘛会使顺续去学
生心灵学赛事，赛事的道理我可能知影，但是你做实在是爱实现啦，爱去伫生活中拄着代志，爱好好啊做。所以我即摆都莫怪别人，莫怪讲翁啊，若真够讲台语啊，甲我做老师啦，安怎毋免安尼想。啊，无就是讲，嘛我拄着伫外口拄着的每一个人，若讲拢我讲台语袂甲我动，嘛讲拢看重讲台语即件代志，安尼偌好。若是安尼，我就袂珍惜讲一两个人会甲我鼓励的人，吓，逐工拢会使食甲饱嘛，袂枵巴肚，你就袂讲做珍惜讲哦，我即摆会当食饱，我即摆会当困好。所以这就是为着互我珍惜。每一人都无共款，这当然就是亲像讲，这为虾米这世界有同性恋啊，有异性恋异性恋咱无听过吼。搁有虾米LGBTQ， 我有诚济为何会安尼？这原因就是讲，这就是无共款。为什么爱有无共款呢？就是爱互我去好好啊去看较清，看较透。就亲像讲，我今仔讲台语，有人台语好，伊的反应是啥？有台语无好的人反应是啥？有原住民反应是啥？搁有客人有足生气的客人嘛，有风度诚好的客人嘛，有像阮爸即种客人，就是讲我鼓励你讲台语、闽南语不要紧，这反正拢只要毋是北京语就好啊。嘛有啊，就是讲每一人拢无共款，我较会使去思考。就是安尼。所以我若讲伫外口讲台语，每一人反应无共款，就是互我思考的机会。我即马就莫去怪别人嘛，毋免讲去生气，因为生气的原因就是我认同讲我讲台语讲无好势，搁讲是见笑的代志。就是我嘛认同这件代志，所以我较会生气嘛。所以我若听别人的台语讲无啥好势，我嘛会艰苦。为虾米？毋是讲伊真正讲台语互我诚艰苦，毋是。是我认同即件代志，就是讲我要出来等，一定爱80分以上，才会当出来等。无就敢若莫互别人听着。这对啦，这就是错误的观念。我即摆就是去改我的心，改我的观念，毋是讲望讲这社会人拢为我一个人改变。为我一个人改变，我就无法度好好去甲这学物件嘛。就亲像讲写小说，阮的社长阮社长写小说，伊就写迄剧情。这剧情就是会拄着问题，就是讲，这两个人，这主角拄着麻烦啊，要安怎？你着爱靠智慧去解决。结果无呢？结果。阮的社长，即个作家，伊着即个写小说的即个人，作家嘛，作家。伊做啥物代志，就是写足不合理的，就讲别人突然间变工人，变烟头，每一个让路，着做一寡不应该是这。伊应该做的代志啊，哪会为着互即个剧情变较顺利，每一人拢变一个人。这就是若安尼，我就会感觉足幼稚的，足无脑的。那嘛共款啊，若是讲我即摆过的生活，每一人拢是甲我鼓励啊，每一个拢是足顺利的，拢摕着诚济资源啊。我就袂，就是讲我无法度去想讲用啥物方法，无智慧啦。就亲像讲，迄社长写的小说，伊就无法度讲
做即座歹人嘛，哪有突然间人变啊诚好、诚好喙，搁变啊足善良的？你袂当为着你这叫钱摕你不甲安尼，你要互伊搁较顺利，就安尼乱变嘛。咱的人生嘛是共款，所以咱一定是有人会甲咱阻挡，就为着互我成长。对，其实我我今仔第一面册嘛有写，就是讲有的人台语诚好，啊无有的人就是毋是同性恋，但是伊就是会去反对伊无熟的物件，伊毋捌的物件，台路拼音啊，台文字啊，啊无同性恋。对，就是伊无想要成长。我嘛是共款啊，阮今仔若是希望讲大家拢鼓励我，拢无意见，拄仔拢无意见，这就是互我无法度成长的机会。今仔嘛讲啊诚久，虽然讲伊嘛无啥正，文化嘛是，但是不要紧啦，我即摆就较袂去嫌我家己。阮进前下呢，我进前讲日记啊，我就讲奇怪，我就是讲啊无好势，我哪会练到偌久啊？哪会搁讲啊遐烂？我即摆就袂啦，我就想讲，这就是我，这是我即摆的状况啊。有改善的空间，但是这就是我的 style， 这是我认同我家己。我豆豆学，我若学起来，其实是别人若讲你为虾物要学台语，其实就是做一个快乐的人。我着为学台语即件代志，去体验、去体会一寡人生的道理，一寡世事的道理。这真正是足难得，嘛足重要的。